请吴讲师慈悲前造诣鞠躬，后造诣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对名领领咱来各位主席，咱各位组长、各位真贤大家，大家下午好。老师下午好。咱剩15分，嘿，咱就要提早5分，互咱的经典会考的前贤做一个颁奖。咱伫个顶个月11月18，咱义和盛堂拢总321位参加经典会考，咱合成拢总14位。包括红汉囝读经班，咱迄天咱有邀请咱遐入去颁奖啦。咱的5位真贤，就是包括咱的郭秋霞真贤，搁咱的阿莲妮、黄胜。个林文英，伊即5位真贤，伊拢70岁以上，佮有包括一个精神奖，因为精神科家所以咱等下会话，咱遐民族主义咱会做一个颁奖的一个过程。好，咱各位请选，后学今仔负责这条道歌领修的这条路，伊经过咱演讲师，甲咱这条主笔。互咱了解定家对道，要如何去修持，要如何去前进，就是讲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目标互咱啦所以讲咱接着这条修道这条路的话，相信咱会当更加了解。好，因为咱时间上无多，所以咱各位请选，咱做伙来念一下啦来。